没问题。一只微波客栈，恁客栈什么话？行渔民呢，都走恁客栈什么话？就没给啊。没给啊。香港没走金红那端，接涨价，这真的代码，谁讲？没走天红那个端，走天红。这增加代码，这增加，代码，就没跟啊。香港没走天红的端，这涨价，这代码。就 same 就没跟啊，就你自己是讲，如果是讲没走天红那端，就我的这下十字架来嘛，这涨价代码，就没跟啊，是讲没走天红那端，这涨价代码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承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